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威胁，所以民众伫出入公共场所的时阵，拢需要挂喙掩。也因为挂喙掩的时间变济，所以喙掩的厂商也拢纷纷推出各种特殊色彩甲造型的喙掩，希望吸引民众的眼光。其中对着家长来讲，上困扰的就是互无介意挂喙掩的小朋友乖乖来挂喙掩。对此，卫生理事业公司也特别设计了动物图样的喙掩。董事长强调，会选择这种可爱动物的图样，就是希望小朋友会使因为安尼喜爱着挂喙掩，养成正确的防疫观念。这么可爱的口罩，在生产口罩的这一整年的日子里面我觉得大家从绿色、白色、蓝色，已经都带到心情变色那尤其是小朋友，怎么样诱发小朋友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我对口罩的一个重景让小朋友能够很喜欢，能够自己主动想说把这个好习惯养成。那我就想想，小朋友最爱的是什么？那尤其现在家庭小朋友都很少嘛，只有一个两个。那我就想想他们最喜欢的宠物那爱吃猫，这个快乐的猫、幸福的鸟，都会我们微星力公司会未来为小朋友去创造一系列，让他们想要把这个好习惯养成因为现在市场已经花俏的口罩太多了那我想我更希望的是小朋友从小就养成好他喜欢戴口罩，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快乐猫开始，准备做一整系列，每个季节都出。各种特殊的喙掩，除了有机会伫药局买到以外，也会使到因的网站来购买。但是不管什么造型的喙掩，拢需要定定来替换，避免喙掩的防护力来下降。但新闻国报以采访不得。